Dormy 獨立彈簧護脊床褥，好多公司咧都有介紹呢個床褥㗎。佢最特別就係你網上嗰隻就全部乳膠嚟，我哋呢隻係獨立彈簧，用幾千磅嘅機壓縮咗，方便攜帶。記住要壓住佢，你先打開個膠包裝。你係難剪啲嘅，打開到咁上下自己小心咯喎。獨立彈簧嘅好處係你周邊有壓力，佢唔會影響到其他，例如個花樽啊，都唔會影響到周邊，你就可以獨立承托翻你自己個脊椎或者 pat 位啦。呢支床褥厚度就係280、210之間。最新亦都有一隻記憶棉嘅，呢紙就2寸半厚，適合上下床，小朋友或者工人姐姐都可以啦。經濟實惠，呢個記憶棉設計仲可以獨立清潔。Kobe 純合金掛鈎有4隻色，一貼就解決。真材實料，居屋窗簾特價套餐，2至3人單位、3至4人單位、4至5人單位。窗簾風格可風、奶油風、摩卡風、Muji 風。Uco Design Chair 搭凳，特色係搭埋，同埋拎都好輕鬆。4張搭埋都只係660高、380闊，收納方便。留言一致，保留直銷價1個月。